秉承校訓，堅守我哋嘅核心價值。我哋相信學生喺呢一度都能夠揾到佢哋嘅成長方向。可立中學咧創辦於1969年，係嗇色園主辦第一間政府津貼嘅學校。我哋嘅校訓係普濟勸善，我哋嘅核心價值咧係 HLC Whole College。H 咧即係 harmony 和諧 ，L 咧係 liveliness 即係活力，而 C 咧係 commitment 即係承擔。咁我哋咧可立中學咧追求嘅唔單止係成績啦，最重要係全面嘅學術卓越啦。咁我哋嘅同學仔咧 DSE 嘅成績咧持續進步嘅。喺過往嘅文憑試裏邊咧，我哋獲得本地學士學位取錄嘅百分率咧有接近70%嘅。咁我哋亦都會咧係運用數據透過咧332A 數據分析咁啊制定一啲嘅適當嘅策略，希望咧同學仔咧明白自己嘅強項同埋不足咧係及早係補完。我哋已經將 AI 全面融入教學，學生除咗已經懂得點樣運用 AI 去幫助佢哋學習之外咧，佢哋亦都懂得分辨資訊嘅真偽，培養咗資訊素養。我哋可立中學咧，其實好着重培養學生兩個 G 啦。咁第一個 G 咧，我哋就話係叫做 growth mindset， 即係成長型思維。我哋覺得只要通過努力咧，其實係一定會有進步。我哋好希望我哋嘅學生咧係可以做到唔怕困難啦，佢可以喺錯誤中學習啦、成長啦，亦都佢可以突破自我。我哋學校咧都好着重咧培養學生係有呢個具備呢個 global mindset 啦，即係國際視野。係啦，咁我哋其實喺上一年度咧，我哋就成立咗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啦。咁喺學校入邊好積極咁推動聯合國嘅可持續發展目標啦。咁我哋透過一啲跨學科嘅學習啦，一啲校內校外嘅活動啦，亦都有啲跨文化嘅互動交流咧。其實就希望培養到我哋學生嘅一啲嘅世界公民意識啦，咁提升咗佢哋嘅國際視野。除咗中文、中史同普通話之外，我哋係以全英上課，為咗讓學生可以沉浸喺英語嘅學習環境當中，我哋嘅宣佈組會全部都係用英文進行嘅。喺呢啲組會入邊，我哋亦都安排老師同埋學生用英文同全校去到分享，等學生可以有好多機會應用英文。我哋學校提供拔尖保底嘅英語課程，根據同學嘅能力，提供唔同嘅協助俾佢哋，從而咧就係可以幫助到一啲能力比較弱嘅同學，去到提升佢哋學習嘅自信心。學習英文應該係好開心同埋好有趣嘅，所以我哋安排每個星期都有5間嘅英語活動，等同學可以好有創意咁樣學英文，從而增強佢哋對英文學習嘅興趣。我覺得最能令我成長嘅就係因為可立中學咧係用英文授課嘅，然之後我覺得英文就可以令我學到更多生字啦，然之後我仲可以令我講英文更加流利啦，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係好好嘅機會去學習英文。如果要我以一個字嚟形容可立嘅生涯，我會形容為多姿多彩。首先係因為學校俾咗好多唔同嘅機會我去培養我嘅興趣，去發掘我嘅專長。就例如話，我喺中一入嚟嗰陣時，其實仲係一個懵懵懂懂、咩都唔識嘅中一新生。但係學校積極咁樣去培訓我哋，令我開始去豁出自己嘅舒適圈，更有自信咧去面對或者係挑戰、參與唔同嘅活動。我好多謝學校係有呢個咁豐富嘅資源去資助我哋同埋支援我哋。喺呢幾年，其實我好深刻就係做咗可立中學足球隊嘅隊長啦。咁我仲有做呢個體育學會嘅副主席同埋學生會嘅副主席。咁透過做呢啲領導嘅角色啦，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喺領導方面嘅能力都提升咗好多。我學識咗點樣處理人同事啦，點樣由零去籌辦一個活動去俾唔同嘅同學參加啦。我係女讀緊中3嘅，我個女喺揀學校話周圍行嘅時候覺得黃色腰帶喺呢一區個同學返學好開心，佢都想返學開心，咁我就邀請佢，不如你上網去揾下認識下呢間學校啦。咁所以就慢慢去再留意，咁最後就嚟報考可立中學。咁而喺我認識嘅可立入邊咧，老師們嘅教學嘅熱誠啦、
同埋佢哋嘅老師們嘅照顧學生嘅側重點都係令我好欣賞嘅。佢對學習嘅動機越嚟越高，佢對自己嘅自信心係越嚟越穩定嘅。我形容佢哋係嘗試去發掘寶藏，唔係淨係去揾到好靚嘅寶藏，而係佢嚟到之後，讓佢發掘到佢嘅光芒。咁呢個係我覺得呢間學校特別嘅地方。我哋相信咧，初中階段咧都係學生成長嘅重要起點嚟嘅，因此咧學校都係有好多唔同嘅計劃啦，同埋活動咧係幫同學咧做好一個升中嘅適應嘅。除咗暑假我哋有迎新活動之外咧，咁我哋亦都有朋輩輔導員啦。我哋開咗學之後咧，朋輩輔導員咧都係繼續陪伴中一嘅同學。另外咧，其實我哋仲有係湯水共享活動，亦都有校長飯局啦。咁呢啲嘅活動咧，其實都係希望透過一個輕鬆嘅形式咧，係讓到學校同學生之間咧建立一個更加深厚嘅情誼。我好多謝呢度嘅老師，佢哋唔單止經驗豐富，喺書本上教我哋嘅知識，更加係咧其實係跳出課室，我哋係並肩作戰嘅戰友。我哋可能會一齊去傾下偈、傾心事，我亦都會將自己唔開心或者遇到嘅困難話俾佢哋知。佢哋一路以嚟嘅鼓勵，其實更加係我嘅動力。氛圍方面，即係同同學相處啊，其實呢度大家同學都好融洽啦，同埋真係大家都會幫，有啲唔好嘅地方可能都會幫翻大家，例如讀書啊，或者可能真係做運動咁樣，令到大家一齊進步、一齊成長咁樣。嗱，我哋咧好感恩咧，其實我哋嘅校友咧，其實對於學校係非常之支持嘅。就好似我身後呢個體適能健身中心咧，其實係我哋嘅校友係捐助，咁希望我哋嘅師弟妹咧係得到更多嘅支持啦。咁另外我哋上年度亦都有一啲嘅新嘅項目啦，譬如我哋一個叫Career Expo 嘅，我哋請咗我哋10幾位嘅校友翻嚟，係各喺唔同嘅課室度同佢哋分享佢哋自己嘅職業入邊嘅一啲嘅專業，睇下同學係對於邊一個職業係有興趣嘅，咁佢哋就去揾翻嗰個校友去聽佢嘅講解。我覺得有嗰個好傳承嘅精神咧，我覺得係好緊要嘅。學業成績我哋會佔4成嘅，咁學業成績裏邊咧，當中包括咧小5、小6佢哋嘅成績啦，另外有3成嘅分數咧，其實係會嚟自面試嘅。我哋最主要其實我哋會用廣東話同埋英文咧係同學生發問嘅，咁會就住一啲嘅譬如自我介紹啊，或者佢哋嘅興趣啊，或者係一啲嘅時事嘅問題咧，係作一啲嘅問答咁樣樣嘅。咁最主要我哋都係睇翻咧同學仔佢哋臨場嘅表現啦嚇咁樣樣。另外咧，我哋亦都好重視咧同學仔嗰個學習態度。例如咧，我哋亦都會喺透過面試睇一睇同學咧夠唔夠主動啊、積極啊咁樣樣。我哋得意咧就係我哋會係邀請埋家長一齊嘅。咁因為點解咧？就其實我哋亦都想從家長嘅口中咧了解一下咧同學仔屋企嗰個表現啊等等。亦都咧我哋會有咧係1成嘅分數咧，其實會嚟自咧係操行啦。有1成嘅分數嚟自咧聯課活動啊、獎項啊等等，最後1成嘅分數咧嚟自宗教信仰同埋同我哋辦學團體嘅聯繫。我哋學生咧唔單止已經為未來做好準備，佢哋亦都勇敢去創造佢哋嘅未來。